第3 part 呢個係，哦，好勁啊！佢哋都，快啲啦！sorry， 啲視像又開始發作 ，sorry， 各位觀眾 sorry 啊，咁樣拍好笑啲啊！哇！今次嗰件好勁啊，贏咗佢啊！不過呢個仲係訓練，唔算係真係正式嘅。